我哋係泰雅香港有限公司。我哋公司於1992年喺香港成立，已經超過30週年。Dunlop喺香港嘅銷售歷史超過30年，市場上擁有眾多嘅忠實顧客。我哋同日本住友橡膠集團合作，並成功將Dunlop品牌引入中國市場。現時由廠方直接營運。未來我哋計劃繼續拓展喺汽車行業嘅業務，特別係香港及東南亞市場。我哋將致力於提升客戶服務同品牌形象，並探索數字化轉型嘅機會，以更好地滿足市場嘅需求。我哋相信，隨住我哋持續嘅努力同市場嘅支持，Dunlop將喺未來嘅發展中會繼續保持領先地位。我哋係泰雅香港有限公司，歡迎瀏覽我哋嘅網站、Facebook、IG，了解更多詳情。